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在這個地球上不應有人為的宗教憲法或個人所有權。我不是為了金錢而宣傳拉姆納拉揚拉姆，相反，我是在傳播他，以提高國家的意識。任何人只需捐贈1盧比就可以加入後代的團體。我告訴人們，如果你與神相連並且信仰他們的力量，那麼就表現出來，因為我也將展示念拉姆納拉揚拉姆的力量。把我送到這個地球上的那位，也是能夠奪走我生命的那位，因此我不會因為任何人的殺戮而死。我是帶着宗教嚟到這個地球的，我的身體就是宗教。我將崇拜自己，我需要知道自己如何做。我知道為什麼要為宗教保留財富。如果地球上的人們強行把地球的宗教強加於我，我會接受嗎？我告訴所有受過教育的人，比如法官、科學家、政黨成員、議員和部長，創建一個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觀點的平台，這將結束人們的爭執。誰在人為的憲法中賦予了宗教的權利？創造人類的那位天空並沒有說我是所有者，空氣並沒有說我是所有者，地球水沒有一個聲稱自己是所有者，他們只說我是為了你們在這裏。為什麼人類不能理解他們與自然是相連的？人類只是不斷追逐金錢，當他們死後能帶走他們的金錢嗎？他們擁有的一切將留在地球上，地球上大約有80億人，他們都有生來的權利。地球和自然中的一切屬於他們每個人，對這些都有平等的權利。樹木、植物、地球、水和空氣都有平等的權利。如果我們不給予他們愛與尊重，他們會離開我們嗎？不，他們不會。地球上沒有一個人沒有問題，地球上有這麼多自封的宗教權威，他們都是小偷，沒有一個是誠實的。我告訴政府，如果你們與我合作1年，一切都會好起來。地球上將沒有宗教權威，將沒有歧視，也沒有所有權。為什麼所有國家都在追逐宗教？儘管地球上沒有宗教，當我外出時，許多人威脅要殺我。如果地球上的個人所有權被取消，一切都會變得正確，人為的宗教將自行消失。我們是帶着宗教嚟到這個地球的，那麼為什麼需要另一個宗教？自然就是每個人的宗教，每個人都應該與自然的宗教相連接。